澎湖的大自然。澎湖县拢总有大大小小64个岛屿，大多数拢无人住。天神菊是澎湖的县花，当地人讲做是野菊仔花。1910年代才为中南美洲引进来澎湖试种，想袂到伊袂惊遮干燥的土壤甲大风，伫每年的3到11月拢开花，开甲不止啊青影，会使讲是大自然真美妙的适配。澎湖嘛才有菊岛的名号。另外，当年中秋节个过，东北边吹来的季节风真透，有时若像咧做风台，地书嘛有风岛的名号。风岛遐尼透，是安怎？以早澎湖在地人哪会甲伊称呼做澎湖呢？原来澎湖的内海啊是无风无影白泡泡，湖面哪像镜遐尼平的缘故。澎湖的大风虽然对在地人的日常生活甲观光事业真不利，毋过有用来做风力发电，所以澎湖拢袂欠电。以早为着要减轻大风的灾害，有种满风仔的风林。2000年代初期，我捌受当时一位农政官员的邀请，甲伊同齐去遐参观当地的造林工课。阮有一个初步的观察，就是原本的树种无满红，已经渐渐退化去啊。可能是树种伤单纯化的关系。当时嘛发现才有种细叶蓝苗杉这种新的外来树种，大了袂歹，未来可能有发展的空间。最近，阁有一个机会去澎湖做较全面性的观察。发现细叶蓝苗杉的造林成果有影真成功，全县公路两边差不多拢是种这种树种，树丛青翠佮幼秀，树形嘛真水，甲公路砖塔甲水当当。毋过，根据大自然的原则，树林应该是多元性的，伤过单纯的物种是无合自然的原则的。特别是一种外来的新树种，万一将来若有一种新的病虫害，恐惊会造成大的灾难。有需要考虑多元化的问题，加入一寡其他适合的树种，嘛会当互当地的林相较安全。作者陈宪国。